今日是拜六，这阵我来 Ecoterrace 是啉餐厅食，但是真正可惜啦，这道真正少人咧。若是啉餐厅伫 TRX 开，我是有也是6句诶。我已经订了黄子鸡。哇，伊指甲也水诶，毋知伊味素甲台湾相款无啦？免报去台湾，嘛会使接着台湾味。OK， 这阵我就试食伊诶鸡排啦。我看伊个料应该是甲台湾的 recipe 应该是相款嘛，因为我试伊个味素就真正相款啦。这是旁边联邦，我订了这边的蚵仔面线，马来西亚口音是蚵仔面线，但是敢若是一罐比咧，我感觉甲台湾本有相款啦。会使先试看卖伊番椒，伊个番椒。真正有家己的特色，啊！伊这边的番椒，伊有家己的个性，毋是讲歹食啊，这杯咧就是乌鸡，虽然讲伊的汉字是写爱鸡，但是你甲别人讲爱鸡，你就知你毋是本地人，你毋是台湾人，但是你爱举手爱甲伊讲就是乌鸡，安尼就显示出你台酒程度有遮深入咯。哇水，气球，福建话课程，超大鸡排，蚵仔面线，蚵仔面线，甘梅番子鸡，天妇罗，百酥两饼。